小朋友，你们在看什么呀？哎，彤彤姐姐，你看，我们刚刚在桌上看到这个画里面都是猫猫的家人。对啊，我们发现猫猫有好多家人哦。真的耶！这是猫猫，这是阿爸，这是阿妹，这个应该是阿公啊，这个是肉妹啦。哎，彤彤姐姐，你说这个什么什么啊？我说这个是阿公，是哥哥的意思。另外一个肉妹是妹妹的意思哦。阿公，肉妹，原来某某跟我一样有哥哥和妹妹啊。真的啊？那亮亮，你的哥哥跟妹妹几岁了呢？我哥哥5岁，我妹妹1岁。那亮亮，你几多岁呢？你几岁了呢？彤彤姐姐，这是秘密啦。少来了吧你！阿公，哥哥，阿公，哥哥，阿公，哥哥，这个人是谁呢？阿公，这个人是哥哥。哎，彤彤姐姐，你有哥哥吗？没有哎，我没有阿公。老妹，妹妹，老妹，妹妹，老妹，妹妹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老妹，这个人是妹妹。彤彤姐姐，你有妹妹吗？我自己就是老妹哟。阿公，老妹，小朋友，你也有兄弟姐妹吗？哈克呼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呀。